OK， 2021年第39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AC 係 diameter of circle， 即係直徑啦。咁 EF 係 tangent to the circle at D，such that AB 同埋 EC 係平行嘅。咁如果 CDF 等於49度 ，CED 等於31度，咁就問你 angle ACB， 即係呢一隻角等於幾多度？咁我哋首先將呢隻角 mark 做 theta 先啦。咁同一時間我哋將 DA 同埋呢兩點連埋一齊。好啦，咁因為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嘅緣故，咁所以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，或者呢一隻角。咁啊，等於49度啦。跟住啦，因為呢一條係直徑，咁所以咧對住直徑嘅圓周角就等於90度。然後啦，我哋留意呢一個三角形，因為呢一隻等於90，呢一隻等於49，咁剩低呢一隻就係180減90減49，咁就等於41度啦。然後 exterior angle 等於剩低嗰兩隻加埋，咁所以咧呢49等於31加呢一隻，咁呢一隻咧就等於18度啦。咁又係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啦，咁所以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等於18度，咁呢隻等於41，呢隻等於18，咁呢一隻就等於41減18，即係23度。然後啦，呢兩條平行線啊嘛，咁所以因為 alternate angle， 咁呢一隻等於呢一隻等於23度。最後啦，呢個直角三角形三隻角加埋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咧90度加23度再加 theta 等於180度，咁 theta 就等於67度啦。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D 啦。